由2009年到而家咧，我做咗10幾年新心靈嘅節目啦。咁裏邊你有個好重要嘅體會就係咩呢？太多人有壓力啦，其實2句說話可以解決嘅。第一句就叫動時靜，第二句叫靜時動。咁呢啲地方邊度揾呢？我講我童年咯。我以前最中意呢，就係落雨天嘅時候，自己一個人除咗對鞋咁樣就行去呢個泳池，我就得到晒嗰個感覺噶啦。但係如果你問我而家去邊度揾？今日呢度有個地方嚟到呢個觀心園，喂，好嘈㗎。但係嘈當中，你試下諗下，你就係自己一個人，就係嗰個除咗對鞋嗰個人，自己行嚟行入去出翻嚟，唔使睇其他嘢啊，望住佢行完一個圈，話俾你知，靜晒㗎啦。大家嚟到呢個觀心園，咁先講自己嘅感受先啦。我由2009年開始做一個節目，呢個節目咧就成就咗我一樣嘢啦，就係我真係識得去揾咩叫正能量。因為呢個節目咧就係喺動盪當中，希望咧令到大家可以安穩啊，可以揾到自己嘅突破點嘅。咁嚟到呢度，大家有冇留意到有幾個特點啊？第一，周圍好嘈嘅係咪？但係幾嘈都好啦，如果你內心係寧靜，你咩都可以聽到嘅，呢個第一點。第二就係我哋喺城市裏邊咧缺乏咗一樣嘢叫 grounding 啊，落地。但係你行去嗰度咧，原來你可以除咗對鞋喺度行個圈嘅。咁咧就呢一個咧係第一個推 mindfulness 正念嘅場地，而且係俾市民使用。